台海情势紧张，空军加强战备训练。今日本地有5天的天龙操演，受到这气候影响，操演是延后1礼拜。不过这陆军呢是有展开着中台19号演习，由中部的装甲586旅交予这南部的机步333旅，考验着这官兵的应变能力。 自首伫花莲基地空军3大主力战机之一的 F-16V 陆续集结完毕，两架配一组来升空。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早起后看到伫等台接到指令，这边起工任务。空军2度重要演训天龙操演，原定2月开始，连续5天登场，包含 F-16V 换上2000，经各号战机拢有参演。不过受到气候影响，操演临时暂停，顺延1礼拜到11月初4展开。 天龙操演假期大部分是集中伫花莲的嘉山基地斗阵来测验。不过去年因应强机侵扰台湾威胁庆权，战机踮伫原基地受测。今年是比较办理，新竹2连队、台中3连队、花莲5连队会各自伫负责空袭，展开瓦军实践化测考。随时随地我们的战机都可能要升空应对这个共军的基建扰台。那地勤人员他的设备跟人员基本上应该都是扎根在各个的空军基地啊。你如果为了这件事，大家都通通跑到东部去，这个也跟实战状况有点脱节啊。 天龙操演有加有防空拦查，也有 AGTS 射击25部训练团的导戏，外线飞弹射击竞赛，地面也有战力装挂甲宪兵部队轻兵器射击竞赛。另外，操演往年拢会选出空战王、制霸王、炸射王、飞行员参选王牌飞行员的公营，今年改以争取团队赢率为主。 亚陆军展开5天，登台19号演习，由中部增加586旅，也有南部机步333旅，2个联兵旅对抗，大批战车、军用卡车唔惊风雨，而且暗时机动部署，伫高雄公路上经过，可是团出车辆无正常。一辆 CM11战车执行夜间机动时，行经高雄市凤山地区，因发现车辆警示灯异常，随即停靠路边检查，由维保人员修复后。 顺利完成机动任务。陆军表示，登台19号比较汉光40号演习，24小时无停，夜间训练。专家分析，经由2个联兵旅交手，模仿强军登陆，发生各种突发的状况，考验官兵应变甲处理能力。记者综合报道。